大家好，我係八姨婆。啱啱見到新聞消息指 ViuTV 節目主持施可瑩不敵卵巢癌病逝，咁亦都喺 Instagram、IG 度咧證實咗佢嘅死訊㗎。咁佢摯愛同埋親友嘅陪伴之下咧安詳離世。咁同大家講一講咧施可瑩嘅背景啦，同埋佢嘅資料先。其實之前呢，八姨婆咧喺趣嗰度啦，都睇到好多關於佢嘅訊息㗎。咁亦都知道佢患病啦，但係見到佢好勇敢去面對，好積極，亦都好正面啦。甚至乎咧係話佢太虛弱啊，咁就暫停咗個治療之後咧，想貢獻啦，想做一個有用嘅人，甚至乎咧係申請做大體老師，為愛人間，好值得尊敬同埋尊重㗎。咁而施可瑩咧係曾經擔任 ViuTV 嘅節目主持㗎，佢亦都精通4種語言啦，憑住流利嘅談吐啦、語言能力啦同埋專業啦，成為多位日韓泰星嘅活動首選司儀。我仲記得鄺玲玲啦，都係出嚟香港活動嘅時候，都係由施可瑩做主持㗎，我有印象係。咁而呢，上個月突然之間啦，施可瑩咧突然喺社交平台度貼出住醫院嘅照片，就透露自己咧不幸患上卵巢癌㗎。而個細胞咧更加擴散到去身體嘅其他部位。咁所以消息又指啦，施可瑩喺今晨21號不敵病魔離世。到咗下午時分啦，亦都喺 Instagram 咧發布呢一個訊息㗎。咁我哋同大家一齊睇睇啦。咁咧就係由施可瑩嘅摯愛啦，同埋親友咧去發布出嚟嘅。各位親愛嘅朋友、粉絲同埋一直關心施可瑩嘅大家，我哋懷住沉重嘅心情喺度公佈啦。施可瑩咧喺今晨26年6月21號喺摯愛同埋親友嘅陪伴之下安詳離世。無論係主持工作定係佢嘅日常啦，佢一直咧都以正面樂觀嘅心態去面對每一件事，即使面對病痛仍然用正能量為自己打氣，同時咧亦都喺大家身上收穫咗無數嘅支持同埋祝福，感激大家一度對佢嘅關心同埋愛護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懇請各位咧給予可能家屬啦同埋親友啦佢哋啦一啲空間去處理後事。最後希望大家記住元氣滿滿嘅施可瑩㗎。咁其實呢，我都有留意到呢一個消息嘅。自從佢患病，好積極面對病患啦，我哋都見到嘅。佢嘅抗病路亦都係好艱辛辛苦。其實喺4月起呢，就已經切除咗子宮啦，接受化療，更加需要依賴人工造口去維持日常嘅生活。其實喺6月初嘅時候咧，曾經透露過化療嘅副作用咧係令到人相當之難受。打咗薄血針之後，不斷咁樣嘔血啦，心跳咧亦都一度異常飆升至到每分鐘140次。佢曾經咧好悲觀咁樣去講過話，聽到好似自己下一秒就會拜拜，話生命就係咁啦，冇人知下一秒係咩事。佢一直咧都表現住極強嘅求生意志，表示未放棄㗎咁樣。即係我都有睇到佢嘅 post 咁樣。但日前咧，佢無奈咧向外界咧透露最新嘅情況啦，就好坦白同大家講啦。醫生評估佢嘅身體狀況太差，已經咧並唔適合繼續進行化療。後續嘅療程咧只能夠無奈轉以舒緩痛苦為主嘅。但係咧見到施可瑩咧係仲係好平靜啦，好勇敢咁樣向公眾交代翻自己嘅決定，就係想做一個有用嘅人，申請做大體老師啦，希望可以咧幫到更多未來嘅同學啦。咁相信大家都會支持。咁我見到好多網民啊，佢嘅朋友啊，曾經合作嘅 KOL 啊、藝人啦，就連泰國嘅人氣女星頭先講過鄺玲玲啦，曾經亦都係施可瑩做過節目主持啦。係啦，咁然之後就都全部留言啦，同埋親自拍片咧為佢打氣嘅。咁更加有好熱心嘅網民咧係舉辦呢一個眾籌啦，亦都可惜天意弄人，施可瑩咧最終係今晨亦都係不幸離世㗎。咁其實咧佢堅強嘅形象啦，同埋身影啦，同埋無私奉獻嘅精神，相信都留喺各位觀眾嘅心目中嘅。
所以咧，希望即係呢一次嘅消息同新聞啦，相信各界都會覺得好惋惜啦，失去咗一個人才啦，司儀界嘅藝人啦，同埋演藝人啦。咁希望呢亦都佢非常之年輕啦。希望呢，今次佢安詳嘅離世，佢係會一路好走嘅。